最近台湾放假对无？放什么假？老师平安，平安平安。观众朋友食饱未？今仔日咱要用录影的方式吼，因为吼，听讲最近台湾放假对无？放什么假？放假放假。嘿对，所以放4天的假。是老师嘛去歇困啊吼。我细汉的时候放假真欢喜啊，但是拢毋知咧放什么吼。所以咱即届是放什么假咧？早啦吼，读册时阵吼，伫即站吼，台湾的学校拢叫做叫春假，有连续歇差不多4天至1礼拜嘛吼。其实歇啥物春假是歇物意思，我嘛毋知影啦吼。食轮表的意思啊。食轮表吼，尾仔知影讲吼，即个假期可能有一个叫做华屋的民族扫墓节啦吼，就是讲即个民族爱去陪墓吼。陪墓，对对对。我敢会记迄个基督教那时候拢去迄个去足早透早就会去遐唱歌吼，去墓园唱歌安尼吼。咱今仔要来问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制作含友好敢有关系哦？制作敢是友好吼？观众朋友你会当写你的看法伫留言吼。虽然今仔是录影，但是阮到时吼直播的时，我嘛是会伫现场吼，跟大家讲话吼，对，用写字的方式咯吼。所以你嘛是会当继续讲吼。这是即个图吼，林老师翕的对。真的足侪红，足侪新，这什么？这应该代表台湾无共族群的一个代表。好，我想讲是足侪新面安尼，无共款的安尼。嘿啊，老师写即句话是俗语对吧？台湾的一个俗语吼。台湾的俗语嘿，叫做在生一粒豆哦。较好是要拜猪头。为啥物要拜猪头？迄个台湾吼，迄个尤其一般上阮讲是迄个河洛人吼，因拢有一个一个风俗啦吼，就是讲人过往了后，过往了后吼，就是讲伫伊的即做期的一天吼，也是讲伫即个咱讲即个清明时阵，也是咱台湾有一个3日节时阵吼，拢爱去早的。毋管是阿公阿嬷还是先祖的人，因的墓园吼去拜拜，吼为着要互人讲，我足友好的，上友好是爱拜只猪的头吼，就是规只猪的头，表示我即个后世吼对我的先祖都有孝敬的心吼，所以爱去拜只猪头，叫大礼啦吼。是。所以人死后食猪头是对的，但是生前去互骂猪头是毋好的，安尼对吧？真足奇怪吼。好，所以咱要来看即个制作，敢是等于陪做嘛有观众朋友留言来袂吼？因为咱的台湾人吼，拢中国人嘛是对无吼？就华人社会拢安尼啦，华人社会拢是华人的社会吼。对，伊拢是用祭拜的，因感觉讲，你若无去拜吼，就无友好安尼，就是无人互伊食的对无？还是啥物？拢是拜寡食的，用的小钱之类的吼。一般的华人世界拢想讲我在生时阵爱食饭嘛吼，爱用钱。伊想讲，应该想讲我的一寡，毋管我的亲人啦吼，也是我的长辈过往了后，我伊愿爱用饭来食，伊有可能伊个所在无钱人用，所以我爱烧一寡伊个空间会当用的钱，所以因一般都拢会产生是讲我爱来制作，制作来讲吼。伊会准备一寡物件，我看过吼，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吼，我看别人会准备一寡食的物件，比如讲头讲拜只猪头，还是讲拜饭啦，拜一寡即个伊在生时阵爱食的物件，拢摕去伫咧墓遐拜嘛吼。但是我咧想啦吼，历史先祖去做制作的一个上大意思是讲爱去历史咱的先祖。但是咱去追思咱先祖，咁一定要用祭拜方式去表达，
对啊，咁一定爱牙香还是烧物件，伊敢真正摕到即类诶吼。一般来讲啦，吼，伫迄个华人世界吼，祭拜即个名词甲即个行为是啊，因为伊互咱过往过诶亲人会当做是神，吼，也是哦，伊有是，我拜，伊就咱会保庇我嘛，吼。所以讲，咱去祭祖，敢是我这物件拜互我诶亲人，伊敢定摕是，着，伊敢定一定摕着，毋知影，但是毋知影。无拜着摕袂着祝福，是安尼吗？嘿，所以讲吼，有是可能咱咧拜诶时阵吼，咱虽然认为咱是种一个有效诶行为，但是咱是并无确定讲咱拜迄个物件，咱会善意摕着。因为伊诶世界跟咱世界是无共款诶一个世界吼。对吼，所以其实拜拢有两个目的对无吼，就是啊，嘿，是讲对，一个是要上有效诶，感觉讲就是爱继续互伊物件吼，这是有效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希望伊会当保庇安尼，因为对吼，毕诚神啊。嗯，所以迄个头我讲诶迄个问题，讲咱祭拜咱诶先祖吼，伫是圣经内面讲。祭祖是种拜拜诶心，咱将咱诶先祖当作是神来拜吼。但是这吼无下入基督徒诶信仰吼，因为基督徒无拜祖先上大诶原因，是因为咱根据咱诶信仰吼，咱敬拜诶即个行为，给咱归互咱创造宇宙万物诶上帝。是，所以咱过往诶亲人伊毋是神明。所以咱去拜可能拜毋着对象啊，因为咱拜是拜迄个上帝嘛，但是咱过往迄个亲人伊并毋是上帝。所以头我本身有讲话讲，伊迄个契考咱华人历史来讲，祭祖有两个目的，即我会拜，因为伊我有可能我爸爸我妈妈伊在世时阵伊爱食健果，我就摕健果来拜。互伊食会着，伊这是种表现种好的一个行为啦吼。嘛是安慰家己啦吼，互家己会感觉讲放心。讲爸爸妈妈伊食会着啦吼。来吼，另外就是讲吼，我会用会拜，毋茫伊会当来保庇我大汉钱，保庇我诶囝孙高读册，所以种是要去找我伊来保庇即个一个行为。对吼，所以伊其实咱只有拜一个一个真诶上帝就好啊，真诶神就好啊吼，迄个神会当做所有诶代志吼，毋免拜足济安尼吼。好，所以咱来看圣经是安怎讲诶吼。来，咱嘛即先来讲迄个咱伫迄个华人诶世界有讲一句话嘛吼，真正诶友好毋是祭祖吼，是好好啊。去对待在生诶人吼，比如讲吼，在生人是讲吼，即马在生的意思是讲还未死去啦吼，都伊做活时阵吼，所以古早人有安尼讲啦吼，百善孝为先，讲吼，你做啥物好代志拢无重要，是孝顺父母是上重要诶。是真正。所以伫即个圣经诶出来第20章12节有安尼讲啦吼，要孝敬你诶老爸、你诶老母，互你诶日子伫耶和华你诶上帝所赏赐你诶地得到福长。吼，即个就是种咱基督教一个摩西对上帝领受10条诫，其中一条吼会界定对。正咱知影上帝吼有我看重即个孝道，伫10条诫内面，加即条吼有英文安尼哦。你讲你爱安那，你爱安那，你爱安那，你无安那会安那用对无吼？但是照讲了，你爱孝敬你诶父母，特要互你伫你所住即个土地顶块会当久久长长，这是祝福哦吼。人会当活久长是上帝祝福。真正诶吼，其实10条诫内面吼。即个是特别诶哦，因为人拢讲基督教拢无咧拜吼，无啥物无有效对无？其实咱诶上帝是
是足看重有效的即个代志吼，特别甲即个有效放伫即个十诫第5戒吼，就是讲这是足重要的吼，咱的基督徒拢爱遵守的吼，所以无知是安那，是互伊会当日子长久，而且上帝佫会赏赐你哦，是真好的一个，真重要的一个戒吼。咱来看吼。因为吼，为什么上帝伊会学将摩西有一条诫命，互咱知影吼？因为爸母是咱的源头，因为无爸爸妈妈就无咱嘛吼。所以吼，咱孝敬咱的爸母吼，尊敬是咱的吼，咱孝敬爸母是要尊敬咱的源头，无爸爸妈妈就无我吼。但是呢，咱去追溯即个源头吼，会上个尾啊，爸爸妈妈是为倒来。为阿公来嘛，对无吼？阿公是为阿祖来嘛吼，但阿祖是为倒来，咱一个随了，咱发现讲哦，咱其实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人迄个上帝是咱源头。是。迄是我上顶悬迄个祖先。是。所以真正爱拜的是拜即个源头的对啊，安尼吼。对吼，所以吼，咱要去。孝敬咱的长辈，一面嘛，信靠吼，咱迄个，互咱吼为伊出阿花来到咱到尾到咱爸爸妈妈到咱吼，伊个是上大的上帝，伊嘛是真正互咱讲咱去追溯到尾，迄个源头是上帝吼，咱去追溯咱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，这是一件足水的代志，因为。咱学所有的人拢追溯去啊！而且因为咱上要追溯，因为上上尾的源头就是咱的上帝啊。是，所以其实毋免想济对无？干嘛讲即个无拜着，迄个无拜着呢？哦，惊我较惨啊！我即个拜吼，留着什么人？伊敢会我保庇伊较无保庇我安尼后边吼。咱告诉讲，孝敬咱的爸母就是迄个找到上尾、上头迄个源头，就是咱的上帝啊。对，所以拜一个祷告啊，观众朋友，安尼是毋是好消息呢？对无吼？毋免足济来烦恼讲即个安尼，足济间吼拢爱去的吼，毋免吼，而且咱的上帝吼是一个安尼怎么样讲？随处随在。我吼的上帝，咱随时互伊祈祷，就是咱身躯边吼。对，随处随在，台语名讲，就是随时拢伫身躯边，是吗？嘿，不时拢伫的上帝。对，只要你甲伊祈祷吼，伊就伫你的身躯边吼，伫你的心内面吼，信心就会来帮衬吼，甲你讲话哦，嘿，所以呢，咱会当今仔日咱要讲的，就是讲制作吼，敢是就是有效的，其实真正有效吼，就是在世的是孝敬长辈对吧？对，头篇讲吼，再生一条豆，好死后拜猪啦，就讲吼，我爸爸妈妈也是我阿公阿嬷在生时阵，我虽然无法度，但是我会当用我一个我感觉上好的物件来孝敬伊。好吼，伊死去了去伊个墓牌吼，伊好拜猪头，就是讲在生时我对伊尽我的本分。好，伊死后我用足济物件去拜。真正诶吼，嘿嘿，所以今仔日真欢喜。咱会当得到一个好消息咯，就是咱无论伫倒位吼，咱只要来明白即个独一的精神吼，就是有效哦，而且伊会赏赐你吼，长岁寿，而且保守诶爸爸妈妈吼，全家伙啊对无吼，规家伙啊吼，所以即个节目就是台湾的男性教会甲泰国科目基金会吼联合主持的，咱嘛有咱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欢迎你甲阮订阅、按赞，应该是家己按赞者吼，因为今仔是
什么放假吼，过来听对无吼？伫台湾的朋友吼，真欢喜，而且阮共礼拜吼，礼拜一的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搁共款时间做伙来讲台语。听众朋友，恁若有啥物问题，嘛会当继续写哦，阮老师还是拢会回答你。好，好，安尼多谢老师，平安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会。